手谈合作，表面上看起来好气，大卡是搭来搭去。两个人创做一张单吼，我是感觉不合理。你就你。我是我哪有咧叫你念者，哪有这个代志？接受专访，谈后生总统指导，关妈妈认为，若被得胜合作，对选情嘛袂有实质帮助，支持后生选到底。什么人较实在？什么人较无实在？我看全台湾的人拢知，唔免我去解释。即马若被合作，就会讲到总统层级来看，若被政党协商，无看到好友期出现。国民党嘛传出家己的内部嘛也未超好势，以朱立伦为主的组合派面前推动若被下，毋过以金溥聪为主的主战派，就逐摆讲要调整郭文协。即马传出朱立伦讲要来接管选战，金溥聪就向记者讲，甲朋友讲到若被下已经无我的局。我们代表国民党出去哈，有鹰派、有鸽派、有白脸、有黑脸，其实也很正常啊。因为既然是目标最终要合作，就是要适可而止。所谓鹰派哦，就是说你别再抬高哈，见骨啦，那见骨以后你再收不回来啊。我看国民党几位朋友是干声连连呢。这是一直认为说蓝白合啊，就是这个民众党啊在耍中国国民党。各国爱心安泰，国民党伫2024生死尊鹏到上尾关头，是输是赢，真紧就知。Hello， 我是郑慧良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